資產配置如果只睇股票同債券，今時今日已經唔夠啦。今日我哋一齊睇下三大替代資產：私募、藝術同房地產。首先，私募股權有潛在高回報，但流動性低、週期長，所以一定要做嚴謹盡職調查、跨產業、分散投資，仲要提前規劃退出策略。第二，藝術投資，名家作品有文化同增值潛力，但市場唔透明，真偽同潮流影響好大，建議專業鑑定、驗證來源，或者透過基金分散風險。第三，房地產係大家最熟悉嘅抗通脹工具，仲可以收租金，但要小心市場週期同政策變動，記得分散地區同物業類型，嚴格控制槓桿比例，保持現金流穩定。最後，無論投資邊一種，都要有整合風險管理，透過多元化配置、專業評估，仲可以利用信託或者家族辦公室去配合家族策略，替代資產令組合更有人性，平衡熱情同策略，先可以令財富長久繁榮。